新闻头起先来看针对在违法修正，因为公司设计订单修法了后，造成几内县市地方分配税款是颠倒减少。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周万安、甲新北市长侯友宜等等，拢总10个南北县市首长下晡开记者会表达诉求。一般性补助法不要改，用申请，很清楚的公开透明，你用方式的计算，方式的计算是什么？把它讲清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编预算，在做任何事情，我们才有一个脉络可循。行政院迟不分配345亿的统筹分配税款，还要将原本有客观公正的计算公式来分配给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改为审查制，甚至将原本应该要已经核定的计划型补助款，至今迟没有下文，这让我们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也没有办法精准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预算会期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站出来，就是要地方包围中央，就是要争取地方自治的主体性。南北两党用人数优势通过修改在违法，为中央加扣要4000亿给地方，却因为公司设计订单，有要350亿的分配税款是看有食无。南北10个县市首长就开记者会，甲中央讨补助。行政院表示，因为立法院青帮白帮要修法，才会造成问题。议长杜英泰最近就会招地方做伙来想办法。